對唔住，天福台式鐵板燒今年要結束啦，因為我哋要迎接新嘅一年啦。施老闆過去一年經歷咗好多嘢，最印象深刻嘅呢，就係我有2台香港嘅客人。過去一年佢漂洋過海，唔單止每個月，甚至乎係每個星期都會嚟到鋪頭探我支持我。其中一位客人呢，佢因為以前係做老師嘅，咁所以我哋叫佢張老師。佢呢，甚至乎呢，周不時帶啲朋友過到嚟探我嘅時候呢，會介紹我係佢嘅契仔，所以呢，我特別多謝佢嘅支持同埋欣賞同埋鼓勵。我要多謝我嘅團隊員工成員過去一年嘅付出，令到我喺2025年攞到好幾項嘅大獎殊榮。另外，我都要特別多謝餐飲行業協會嘅團隊成員，尤其是李會長，佢教導咗我好多嘢，俾咗好多意見同埋鼓勵，令到我可以更有信心去繼續堅持我嘅事業。另外，我要特別多謝我背後嘅獨角獸短視頻團隊，令到施老闆同埋天福台式鐵板燒俾到更多人知道同埋認識。有人話做生意只不過係買賣，但係我覺得唔單止，你哋嘅幫襯其實係信任，朋友嘅幫忙係情義，團隊嘅並肩係一個擔當。鐵板燒熱嘅除咗食材，仲有煙火氣同埋人情味，所以想喺呢度正式多謝每一位過去有幫襯過我哋，同埋有留言點讚過我哋嘅朋友。你哋所有人先至係我呢間鋪頭嘅支柱。我係天福台式鐵板燒施老闆，2025年多謝晒你哋，2026年歡迎光臨。